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普德杯全国粤剧经典传唱电视大赛的总决赛以及颁奖典礼。本次大赛呢是由普德财富冠名，携手 SMG 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为喜爱粤剧的老百姓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那么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呢，我们的大赛呢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名戏迷朋友的踊跃报名。经过2天连续4场的海选，有20名直通选手和10名观众选出来的人气选手，进入了30进10的复赛。经过了紧张的角逐以后呢，终于决出了我们大赛的10强。然后这10位千里挑一的选手呢，又进入了我们10强训练营，最后来到了这儿，进入总决赛，争夺桂冠。好，那么在我们的总决赛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就请大家通过一部短片来回顾一下从海选到10强训练营的赛况，请看大屏幕。这个冬天，普德杯全国粤剧经典传唱电视大赛正式开赛，1000余名粤剧爱好者从5湖4海汇聚于此，名家导师全场坐镇，星光璀璨，唱念做打层层比拼，难度加分。这一次的电视大赛呢，在全国的范围内很好的弘扬和传播了我们传统的粤剧艺术。从预演到海选，从复赛到10强，选手步步过关斩将，今天终于迎来决赛，谁将技压群雄，问鼎冠军？普德杯全国粤剧经典传唱电视大赛总决赛，加油！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10强选手上台和大家见面。好，他们是周作恒、周瑶华、张毅、丁玲毅、傅秀珠、郭亦可、曾奋俊、朱博文、邓峰和徐旭琴，掌声再热烈点好不好？这个从我们的选手的情况看啊，我是第一次，因为前面的活动我都没参加。对，我可以说说我的感慨吗？当然，叶老师啊，第一个感慨就是现在喜欢粤剧的这个观众年龄的层次啊，分布啊很广泛，看到没有？有天生就爱的，是吧？应该有越听越爱的，还有痴心不改的，啊，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戏曲啊，是离不开我们观众的支持，离不开戏迷的支持的。所以我们的戏迷也要后继有人，看来是做到了一点，掌声送给他们。其实我们的大赛啊，目的啊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粤剧，喜欢我们的传统戏曲。好，那么其实今天呢，和叶老师一样啊，心情非常激动的还有我们5位担任总决赛的尊敬的评委，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就是粤剧名家孟丽英老师。孟老师今天是容光焕发，特别的漂亮，特别美丽。还有我们的粤剧名家史继华老师。史继华老师从海选开始就参与了我们这个比赛的评委工作。还有我们的粤剧名家许杰老师，掌声。粤剧名家谢群英，也是我们上海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位著名粤剧演员。最后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粤剧名家徐明。欢迎，感谢5位评委的到来。好，那么除了我们5位尊敬的评委呢，今天我们现场你看穿着统一服装的，还有100位大众评审团，也将在我们的总决赛的现场呢参与到评委的工作当中。其中20位呢是来自订阅量还有影响力非常大的粤剧之家公众号的朋友们，举举手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你们。那么还有80位呢是来自上海普德财富的热心观众，同样欢迎你们的到来。好，朋友们，我们的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到底谁能夺得
我们普德杯全国经典越剧传唱大赛的第1名的头衔，咱们拭目以待。是的。首先，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第1轮 PK 晋级赛。PK 晋级赛将在10强选手当中以2-2 PK 的形式展开。10位选手通过现场抽签的方式决定 PK 对手和出场顺序。每一组2位选手演唱完之后，由5位专业评审商定选出1名选手，直接晋级最终的3强排位赛，而另1位选手则进入待定区。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10强选手进行抽签，有请李怡小姐。好，我们一个一个来抽。现在你们拿到的序号呢，就是待会儿我们出场的顺序。那么就像第1位选手，如果他拿到的是06号的话呢，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就是05号。现在我们就请场上的10强选手按照最新的顺序重新排列。好，下面我们有请1号选手进行竞演，其余的9号选手后场准备好。我是名出租司机，因为喜欢越剧，所以通过这种戏曲形式啊，从那个平常繁忙枯燥的工作当中啊，带给我许多的快乐。红彩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各个兵子走得成。红彩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各个兵子走得成。
大家好，我叫丁玲艺，今年11岁了。这次能参加全国越剧好声音的比赛，进入了10强，我非常的荣幸，非常的满足。好，我们第一组的选手的竞演呢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听听评委老师对2位的点评。我觉得今天2位的演员，他们都非常的棒，都有各自的一个优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是1号这个选手呢，范派韵味也很足。我可以看到了，我们史继华老师对你已经花了很多的心血，我已经看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因为你可能是第1个，所以你比较紧张。刚才的这个伴奏带可能也有一定的问题，所以你在这个节奏上有一点点没有跟上。那么对于2号选手来说的话，我只能用惊讶2个字来代表我的一个心。不但是扮相非常的，我刚才跟许杰老师也在说，非常的大家闺秀。表演也非常的稳，成熟，然后唱腔的韵味也很足。那么在今天的2位的这个刚刚的表演上面，我跟我们几位老师商量了，我们选定了2号直接晋级。那么，所以呢，在第1组当中，2号选手丁玲艺就率先直接晋级了3强排位赛，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哎呀，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那么曾奋俊呢，非常遗憾的，我们就要暂时进入待定区了。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第2次的机会，希望你好好的把握。我们同样掌声鼓励一下，好吧？好，谢谢我们第1组的选手，谢谢2位。好，下面我们欢迎第2组选手上台竞演，有请3号张毅。我平时在一家外企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这次比赛其实给我的感受还是跟以往我参加的一些比赛不同，就是竞争还是十分激烈的。我在复赛时抽到的那组其实可以说是死亡之组，里面有一共6名选手，到最后进入10强总决赛有3位。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粤剧好声音粤剧传唱大赛，能够吸引更多的粤剧爱好者。你叫林妹妹，你叫。我要你私自叫上林妹妹，我要你实实背上林妹呀妹，我要你驾彩虹上九天，好运妹妹，在将来要得尽心所为福音妹。你这样子岂不是什么了爱莫受想？林妹妹，你有可当许我呢？提起了爱莫受想中，我心也来来二也从。可叹我身在这门功夫家，反不知还是不会少举送。临近杀戮做怪王，也不顾了我这苦子睡梦。羊羔美酒饱口福，也不顾点了我这年关分苦。谁来这富贵两故事，真正是把人来读通。林妹妹，我陪你在此坐一坐，让那乾坤彩中清醒梦。喜欢粤剧呢有好多年了，源于《梁祝》这部戏，尤其是对老生这个行当情有独钟。这次能参加这个普特杯举办的这个粤剧经典传唱，我非常的开心，而且能闯入前10强。在这里呢，我认识了很多的老师，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经历，我感觉到特别的有意义，也特别的值得我将来就是去回忆。夫人啊，曾因不死英勇人，无非朝臣不以上，何止是非将身也，况是一公一农钱，连累里中年痛失亲生子怎可那此代苦途18年，18年我心病未能跑，终将去。
翠凉，难得你不去做你心相中，修道今生为父命，听说是女头飞床，好师傅啊，你只用上前一声当，不枉我杀子就像好儿郎。如今你家中永驻之徒跳出了冤冤相报恩仇光，今日故旧故恩，免去了金箍上下去再装，曾因我三生有因，将儿女又闯下百生宴。为你举杯盏，3号和4号究竟谁将晋级，谁又将待定呢？我们请评委点评并宣布结果。这2位选手啊，我们感觉都相当不错，特别是4号选手，作为一个男演员，特别是男老生，有这样一副好嗓子，而且你唱的琴也相当不错，真不容易。就是可能你一个咬字，可能和你居住的地方有关系，咬字上还是有一些问题，包括你前面有一点点的音准的问题。至于3号选手，他的音色相当不错，但是我感觉从总体感觉上，还是你唱陆派好，有很多的小腔还是有点像陆派这一块，所以说这2位选手我们很难取舍。刚才我们都商量了一下，最后呢还是3号。恭喜3号，直接晋级了3强排位战。一个也舍不得放下，手心手背侪是肉呀，真是。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第3组选手上台竞演。我是一位超级越剧粉丝，也是一位越剧爱好者。在很小的时候呢，我妈妈经常带着我到各大文化馆去演出。记得我第一次登台才6岁哦，那时候我就演了梁山伯，所以对越剧这门艺术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爱好。
里。到今夕，今夕生儿已难言。到今夕，今夕唯有空人间。来自你三天这就不平，不儿啊，来自一去的可仔细，他与我心动真心，似同月你为我千丝万缕，万缕千丝，我把我的来自心这次能够非常荣幸的参加我们上海举办的普德杯粤剧传唱大赛，非常的开心。那么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复赛啊，然后顺利进入决赛，参加这个10强训练营，真的非常的开心。我还是不忘我的初衷，重在参与。好，刚才我看到你们在演唱的时候，评委老师啊热烈的在商议，我们推派哪一位老师来点评一下？我搿一趟看了这个总决赛啊，真的是眼睛一亮，
因为我是初三到现在了，想看1个月辰光，我觉得那进步非常的大，突飞猛进。哎，为我专业演员，搿个1个月我都没搿个水平进得介好，所以交关开心，交关高兴。那么我觉着呢，今朝㑚2位当中呢，我觉着范派呢，侬的唱的发声的音啊，勿大靠脑后。那么侬呢，的确是搞大了。是啊，旁边陪衬的美女也介许多，像歌舞秀了是吧？哎，侬的身上有一个啥个不足呢？阳刚之气还不够，哪讲对不对啊？哎，那么阿拉还是倾向侬搞大了个境界啊！哦，孟老师，也就是说我们的6号直接晋级了，对不对？哎，这是阿拉所有的评委一致公认啊！好，恭喜6号选手直接晋级了3强排位赛，比赛非常的紧张。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下一组选手进行竞演。我从小喜欢越剧，记得小的时候，我喜欢越剧，看着那种打扮得很漂亮，我就把家里的那种被单披起来，把那种野花摘来插在头上，就像打扮成越剧演员的那种。还有就是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造句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将来我要做一个越剧演员。我的爸爸呢是非常支持我唱越剧，他很喜欢我唱越剧给他听的。可惜我爸爸就是看不到我这次的演出了。去年爸爸走的时候，我在爸爸灵前不是哭，我是唱了一段越剧给爸爸听。可能在旁人的眼里，可能就说你怎么爸爸走了，可能还唱戏哦。但是我知道爸爸就是最喜欢就是我在他面前唱越剧。爸爸，女儿又走不上舞台了，希望爸爸在天堂里看到我在台上表演的那一刻。记得曹家两姐妹，同参共度于上张在，心头相敬哎，我此心早许你两伤悲，可记得你可曾我与往，是因得面红尘看难看，可记得18里相送长汀路，我是一片真心吐下来，可记得比作鸳鸯身上的，可记得女郎织女把家为，可记得
从小我就喜欢越剧，在我们浙江是越剧之乡，我也小时候受了很多老一辈艺术家的一些熏陶。这一次呢，能够参加这个普德越剧电视大奖赛呢，我觉得我很荣幸，而且走到了前10强，这是我生命当中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今天呢，在这里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接触到了很多名家老师给我们指点。那么这个指点呢，也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对越剧的这个起点的一个转折点。我的好夫人啊，一对面容满天雾。娘子啊，你何必来挖苦啊我？从前怪我太骄傲，看你不起是我愁。东方你先来造福我，今我丈夫是你呀不愁。你来造福我啊不想，你不往来是我愁。趁你刀叉引我逃，大夫有理是你呀不愁。到来相差我不受，不受理当是啊我愁。上京关口，你送我一副金镯，你呀不愁。我不与你做分啊比，毫无恩情是我愁。劝你给讲你不肯，记起高官你不愁。才是同房我要休妻，顾着几件事啊我愁。从前之事你都得，过去的事情是我愁。眼睛怕侬眼睛粗，只怕骂侬是只怕粗。你都不肯听好啊，哎呀两家你都怕有错。从前是千代万代是你的，千错万错是啊我愁啊。我刚才好像看出点规律来了。我们5位评委，你们商量好了是从左到右依次点评宣布是吧？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史继华老师了，来有请史老师点评并宣布结果。非常开心，但是又很伤心。怎么呢？我们5个人商量到现在，到底谁上？
我们认为都可以上，那怎么办呢？对吧？那个傅派，你在唱的时候，你这个唱法很像傅老师，你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口腔打开。我们好多专业演员打都打不开。刚刚孟老师也在讲，有几个应该说很有名的著名演员，他们没有做到你这点，牙关打开，气息下沉，而且你那个感情处理相当到位。那个徐派8号，你有我想起徐月兰老师，我小时候听他的唱片，看他的戏，马上喂，好像徐老师嘛。刚刚徐杰老师上来了讲，上他的盲听辰光，包括今朝听，大家都有这个感觉。那来徐老师年纪轻的辰光嘛，说明你学得好。哎，我那个买卖，那么现在就这样子，让我们呢商量下来，还有机会，8号线上，那个副派的待定下来还要 PK， 好不好？好，我们掌声恭喜8号选手率先晋级了我们的3强排位赛。我们的选手也表现得非常的团结友爱。下面呢，我们就欢迎最后一组选手进行竞演，掌声欢迎9号。这次呢，有幸参加普德杯粤剧好声音的大赛，经过一点小小的波折，终于进入了10强，感觉非常的激动。从比赛到现在呢，觉得累并快乐着，感到自己每一次参加比赛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检验，也是一次充电，让自己能够在粤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天路儿好比高翠袖，真不是离散
一支青年越剧社团，叫上海皓月青年越剧研习社。然后因为这次比赛的话，正好是我们皓月社成立2年，那么我觉得正好应该让大家来参与到这次比赛当中，让看这次比赛的人知道，我们其实青年的喜欢越剧的有很多人，所以我们就来了，而且我们是全社全都来了。这个比赛给我的感觉是很新颖吧，因为我一开始是很紧张的，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比赛，但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参加了普德杯这个比赛，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而且我没有感受到就是说我原来想象中的那种很紧张的、很疲惫的那种感觉，不管有多累，我都觉得我的精神状态是很好的。皓月社的姐妹们，我会加油的，走到这一步，我一定会在决赛中尽力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加油！选手啊，都唱了，坐不住了。怎么了？这个实在唱得太好了，每个选手唱得好哦，哎呦，灵哦，赞哦，哎呦，牛的人，哎呦，绍兴味道交关好了。是，确实是这样。咱们还是先请评委来点评一下。10个选手都是水平都是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就是要看那个临场发挥。谁发挥的好，谁就有进的权利。还有一个就是
比赛它有一个很残酷的规定，就是你抽到谁就是谁。所以如果像有的选手2个都是非常强的，那就是很吃亏了。那么现在这一组选手呢，9号这个7派，他的情绪是非常的饱满的，情感也是非常的饱满，但是有一点就是音不准，这是我们戏曲演员最大的忌讳。今天音非常不准。前面好多地方音不准，我都觉得好像很难受，很不舒服。那么这个10号的陆派带给我们的是非常清新的一种感觉，音色很舒服，很自然，我就觉得非常的给人反正很养眼，也保耳福，很舒服。那么我们大家决定还是10号晋级。恭喜10号选手晋级3强排位赛。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4位待定的选手一起上台来。有点遗憾啊，不能直接的进最后的3强排位赛了，但是你们还有机会，有机会啊！看到没有？100位观众评审团给你们投来了热情、期待的目光，所以你们怎么样？要把自己最好的艺术展示出来，争取他们，让他们为你们投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5位待定选手呢将依次进行一段清唱表演。那么在所有的选手清唱结束之后呢，将由现场的100位大众评审按动你们手中的投票器，选1位你们认为唱得最好的选手，投上宝贵的1票。那么我们统计一下，5位这个待定的选手当中呢，得票数最高的2位将取得我们3强排位赛的最后2个席位。好，现在我们就请第1位选手，我们的曾奋俊开始清唱。因为我们也有2分钟的时间限制啊，所以1号选手的清唱结束了。我们请下1位选手，4号。好生受难，终身忙。千里送子无曾人担，沿途乞讨求思娘，山高不能把路挡。
小姐呀，哭声中有插头声，你要咬紧牙关，不是光。台灯秋来桂子黄，我一定会报喜讯到李庄。好，下面一位，请出列进行清唱。娘子，你晓得没？这茄子应是叫许鸳鸯，家已熟练在所想，比落得青丝人，娘子的真是无上。好，我们请7号选手。我家一个小姐妹，聪明伶俐神经美，妙龙水路常能吹，琴棋耍皆为。好，真是替几位选手捏着一把汗。最后我们出场的就是9号选手，来，掌声给他，加油！遇了情，遇了人，你爱心情的苦光阴，一旦用归得功名，那是在里就是魂，发财花轿到门里，高头大马骑郎君，彩彩当当上他天，不怕老婆不得应。好，谢谢。好，咱们大众评审啊，咱们再给我几分钟，也给我们的选手再给几分钟。你们还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往前走吗？还想吗？好，还想，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拿出对越剧的热爱、真诚，告诉我们的评审，你为什么还想继续往前走，打动他们。明白我这意思了吧？你先来，给自己拉拉票。大家好，大家都知道了，我是个出租司机。我希望通过我的小小的出租平台，认识更多的喜爱越剧的观众。如果大家还想留我的话，请支持我一票。我下面再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节目，谢谢大家。从大学校门走出之后呢，就有了这喜欢越剧的这个爱好。这么多年来，我非常喜欢越剧，也乐意为越剧去付出，我一定会坚持下去。我叫徐旭琴，我是一名从小6岁开始就喜欢越剧的
戏迷。我妈妈一直陪着我，从6岁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吧，我就一直喜欢着这门国粹。希望在座所有评委能投我一票，谢谢你们，谢谢。继续。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我今天站在了粤剧好声音10强的舞台上，我已经很知足，很高兴。感谢老师的指导，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我喜欢粤剧，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鼓励我，喜欢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实我今天没有发挥好，可能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但是我很想走下去，因为我的儿子也在下面看着我。哦。今天宝贝也在下面是吧？来，宝贝，这个举举手好不好？给妈妈一点鼓励支持，妈妈加油！好，谢谢你。我希望告诉我的儿子，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就去坚持，一定会取得成功。也希望在座的大众评审能够支持齐派，支持我。谢谢周瑶华。看来真像我们刚才评委说的一样，这个比赛是蛮残酷的。对啊，这个残酷你们就把球踢给后边去。咱们一块儿来倒计时啊！预备，开始！3、2、1，投票。请严谨而认真地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因为你们的选择将决定他们的去留。我们来看一下，曾凤俊得到了13票，邓峰得到了17票，徐旭琴得到了11票，傅秀珠得到了32票，周瑶华得到了14票。那么票数最高的2位选手就是4号选手邓峰和7号选手傅秀珠，恭喜2位。那么其他的3位选手呢，非常遗憾就将结束本次大赛之旅了，真的为你们感到惋惜。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他们已经是10强了，对不对啊？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你看，应该这么说，你们付出了很多，也已经收获了很多。是，同样把掌声再次送给我们3位离开舞台的选手，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谢谢你们。我们接下来又要进入到紧张的总决赛当中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迎来的是今天最激烈的3强排位赛，也是最关键的时刻到了。是的，我们说一下这个比赛规则。最后一轮的3强排位赛呢，晋级的7位选手将按照第1轮的抽签顺序依次出场竞演。每位选手演唱完毕后，现场的100位大众评审和5位专业评审将进行投票。每位大众评审持有1票，而每位专业评审持有50票。综合大众评审团和专业评审团的总票数，将决定该选手的最后排名。好，我们看到了台上啊，推上来了3张椅子啊，最高的自然是分数最高的，是不是啊？宝座啊，第2名，冠军，第3名，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每位选手演唱完了以后啊，他的排名都会发生变化。哦，也就是说，比赛结束以后，坐在这上面3位才是真正的前3名。那么也就是说，不到最后一刻，你无法知道冠军花落谁家。这也是我们这次大赛亮点。太有悬念了。是。叶老师，你要不要先朝那个冠军的宝座上去坐一坐，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掌声祝贺叶慧娴。哎呦，这个绝对是影帝的风采啊，是不是？叶老师，这个冠军宝座感觉怎么样？这个确实啊，希望我现在看着他们，我觉得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对，真的。所以呢，我们平时都倡议大家要让座，要尊老爱幼，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冠军的宝座绝对不让，一定得守住，对不对？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的选手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按照我们今天的抽签的顺序，有请第1位选手上台竞演，掌声欢迎。海浪小回来了，给我写进来吧，跟我一赛别了。不，南方上为啥青山？
去参回廊，一呀一句，听段四律八上笔，待等他去再把放下去，我待送香撒到郎中席。我亲手是做上子举，等郎一3年去，今日去背须比亲，外郎亲娘子去，夫妻对你才放心。好，会上没亲，一起背上哭几张，每句引章，发言我在非正的云边啊。我们先要来看看大众评审团的票数。如果你支持我们的2号丁玲义小朋友的话呢，就按1为他投上1票来支持他。我们现场一共有100位大众评审，看看你能够得几票？你猜猜看自己能够得几票？希望得几票？得全票，他说。哦，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够如你所愿。请大众评审团开始投票。好，丁玲义小朋友的票数已经出来了，丁玲义得到了49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看我们5位专业评审的票数啊，他们现在呢已经为你写下了一个数字了。我们从谢群英开始，请亮票。谢群英46票，史继华45票，孟丽英老师45票，许杰46票，最后一位45票。小丁啊，你最幸运了，不管你比赛的最后结果如何，你这次总是有机会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对不对啊？无论你多少分，我们都请你坐到最高的位置上。2号丁玲义小朋友得到的总票数276票，祝贺他。好，请你荣登冠军宝座。小丁啊，希望你坐的时间长点，坐稳喽。2个手扒住，2个手都扒住那个对椅把儿，好，坚决不放手啊！好，那么现在呢，丁玲义已经坐到了这个冠军的宝座上，但这只是暂时的一个结果，因为下面还有6位选手还没有开始演唱。下面我们就有请下面一位选手进行他的冠军争夺赛，来，我们掌声欢迎。寂寞孩儿随飞，你情深，总是生家。一固定，天他负责，天中留下了一行苦句，母子们应不尽，寂寞你太无不归。
放到人间救生命，让我福愿16年，孩儿方得长生生。金母你要小决心，化成银，念生母与你同名，也同名。从今儿继母养母，生母，孩儿适当尽孝心。倘杀继母不可用，眼见好子化灰烬，生母死，继母亡，孤儿养母开心。只有事情亲母在海，而何必多贪生？许父门第多断事，身家香烟几无人。有一问十一问，不虑美名绿瓦壁。娘啊娘，你什么胸膛在死了？总不是塞母一子落天人。好，我们先请大众评审团为他投票，开始。34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5位老师的票数。我们还是谢群英47票，47票。孟老师47票，许杰46票，徐明45票。好，3号张毅最终得票266票。好，请你暂时荣登亚军宝座。这个哎呀，恭喜丁玲毅啊！恭喜你！好，有请4号选手邓峰上台进行比赛，掌声欢迎他。江月不由人啊，乞讨官场。我才兄弟做口叫天，我生病诊察无过方。恰为我报应着奴才，趁这报。想当初我教你当今佛
难道是这些年你生疼我也？光家子你做过郎，你天做祖先，你祖父曾为公，都督察院，富才先生才，唐贼为公。你的母虽高峰，邻里称前。小奴才啊，你是洪门生在兰上，你今后子是曾下欠我，你夸对为伍十也。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的票数，一共有100位大众评审团成员。现在我们开始给4号邓峰投票，请投上您神圣的一票。好，4号邓峰的大众评审团票数出来了，35票。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5位专业评委老师的票数：谢群英40票，史继华40票，孟丽颖老师42票，许杰41票，徐明40票。好，4号邓峰的最后票数238票。那么至少您现在已经可以坐在季军的座位上了。好，我们掌声欢送他登上季军宝座。来。有请4号邓峰。到底是不是最后的结果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不是。我们有请6号选手周作恒。雪姑娘，我知道你心里好苦啊。情里投入爱到死，长久我叫你才是新娘。渐渐是你是情在难负我一心把红妆做梦啊到苍天要下相思泪，爱头期盼来相拥，两年早晚心相知，心底里爱洒下红豆。走，
本是敢笑离婚喜，真理里年年保许发保佑，啊奈何先见之年，搿小大娘的定亲自了功，又为我领取做子女，从此离别高兴。我们首先还是请大众评审团为6号周作恒的演唱打分投票开始。我们大众评审团今天是非常严谨、非常认真。好，周作恒的大众评审团票数是36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5位专业评审团的票数。谢群英40票，史继华40票，孟丽英42票，许杰43票，徐明46票。好，6号选手周作恒的最后票数是247票。对，因为他的票数呢已经超过了刚才的4号邓峰，所以呢非常遗憾，邓峰你将离开你的季军宝座。我们有请周作恒登上季军宝座。哎呀，真的是很有悬念啊！对，这个邓峰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已经让座了，只能啊有点可惜。好，希望周作恒能够坐稳了，好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7号选手傅秀珠上台比赛。一枝香。
见夫妻们双双进都王，不言那宁我上这女郎。三子香，唐啥是我王郎，不中王八，快叫他随在营里对来呀，夫妻们不宜错跟着在唱，有一个迎上林亮红芒光好，第5位选手，傅秀珠的演唱也演结束了。结束了。好，大家心里有谱了吧？愿不愿意为他投上一票？38票。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评委老师的票数：谢群英46票，史继华47，孟丽英48，许杰47，徐明47。好，我们看一下7号傅秀珠的最后票数273，超越了现在暂列亚军的3号选手张毅。所以现在呢，我们场上的3把座椅上的这个人要换一下了，交换一下了。我们请我们的傅秀珠登上亚军宝座，请张毅呢坐到季军的宝座上。那么非常遗憾，周作恒，我们就跟你说再见了，谢谢你，谢谢。好，现在3位名次的票数啊，依次是276、273、266。丁连玉好样的，继续坐稳啊，第1把交椅。那么还有2位选手，还有2位选手，所以这个还不是最终的结果。我们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8号郭亦可，来，掌声欢迎他。还怕那夜晚我是把醉倒，我情是张张浅浅来照亮你啥烦恼我担忧。开眼我心笑，我和你同坐7万同长赛，像一幕书生的情同胞。情年年直到地方见得我
就是为你死了，也是个却死的归位，冤难告。我们首先有请大众评审团开始投票。8号郭亦可，请为他投票。一般比赛呢都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越比到后边，这个选手的压力越大，特别是前面一位的分比较高的时候呢，压力就更大。大不大？大，大极了。大众评委啊，给郭亦可呢投出了40票。应该也是不错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的分数。好，谢群英48票，史继华50票，满分。哦，孟丽老师50票，许杰老师50票，徐明50票，288票，288票，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坐上冠军宝座啊，前面还得加上一个暂时坐上冠军宝座的就是8号郭亦可，恭喜你！好，请登上宝座。好，那非常遗憾的，我们的张毅，感谢你参加。掌声欢送一下张毅。那么我们的丁玲毅呢，现在是坐在了亚军的宝座上了，是吧？那么季军。暂时的季军就是我们的傅秀珠，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还有离比赛的结束还有1步之遥。对，我们还有最后一位选手10号选手朱博文，他的出现呢，会不会打乱这个格局呢？我们拭目以待。再坚持住。对，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位选手10号朱博文，大家欢迎。今些年一众工匠，不只是园丁，是庙宇。好见去结束夜宵，明日再战，相敬为我，全做工马西亚里有放开，刀帅王与老道，子民也要。有生的，原来是所故庙。闻听人言，华山圣母娘娘曾用宝莲神灯指引三界迷路之人，倒是一位慈悲的仙子。我立该做高一方啊，华山圣母娘娘在上，有生刘延昌，煮酒泸州，有生弟兄早都私塾，此番上京赴考，路过华山，三界娘娘仙公一切之地，祖国有志齐生至此，娘娘啊！是你人共相作，这水仙花，我只愿共上水，深深一杯。快娘娘，才
少数的百姓，令人苦情啊，苦悲。深夜到，娘娘是慈悲仙子，为苍生所伤悲，煞费心思。真乃是人间多多乱离事，你莫否认是真小事。你心啊，连灯只因迷路卡，先相寂寞无人知。今晚我会傲娇，必定是句意，表扬莫小子。你的出现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现在3位的对，排名？会不会改变？对啊，3强的排位。是，好，按照我们比赛的规则，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的票数，请100位大众评审团的成员开始投票，支持10号选手朱博文。紧张吧？现在最紧张的是坐在这儿的一位。说两句。傅秀珠，我不紧张。朱博文得到了7位选手当中大众评审团给出的最高票60票，哦，太厉害！我们再来看看谢群英49分，史继华50票，孟丽英50票，许杰50票，徐明也是50票。评委的最高票249票，加上60票，309票。好，所以我们的10号选手朱博文以绝对的实力、绝对的高分，恭喜他成为本次大赛的冠军，荣登冠军宝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7号选手傅秀珠呢，现在的前3位惜败了。其实我想，你和刚才我们离开的这个3位选手啊，都用你们的实力征服了我们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对越剧的热爱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管这个比赛结果如何，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继续的喜爱和支持越剧，为传承和传播越剧艺术做出你们的贡献，好不好？我们再次掌声送上，谢谢他们的参与，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迎来今天的颁奖仪式了。首先，我们要为获得第8、第9和第10名的选手颁奖。有请第8至第10名的选手上台领奖。在这里，我们有请10强训练营的导师越剧名家张玉峰和我们的2位评委越剧名家谢群英、徐明共同为他们颁奖。掌声欢迎3位颁奖嘉宾。好，这3位选手呢，除了得到本次大赛的奖杯之外，还将得到价值5000元的艺术圆梦基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也谢谢我们的颁奖评委刘部。那么你对这10强是非常熟悉了，是吧？应该说是的。那么现在尘埃落定了，跟你原来的意想相差大吗？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选手，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是个个精彩，因为他们这种乐于在我们这个越剧艺术这块宝地里面，能够来支持这份艺术，来支持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在座的一些演员老师们，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可敬可爱的，所以都非常精彩。那么张雨峰，我看到 VTR 当中啊，你在手把手的指导、点播选手的时候，特别的尽心尽力。当你在教授他们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了自己当年向老师学戏的情景？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因为
应该说今天能站在这个地方，其实这块地方是我在戏校从艺的地方，它的前身就是上海戏曲学校，唤起了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对对，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我的第一位恩师曹英娣老师，是他呢带我步入了这个陆派艺术的殿堂。所以说我看到这些选手们，当我在帮他们指教的时候，我也是感慨万千。我觉得作为我们演员来说，不能忘记师恩。今天在座的下面还有我一位老师，就许杰老师。对，我觉得教过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老师。那么许老师当时教了我2出大戏，《画中君子》《碧玉簪》。除了这个戏呢，他在我其他的戏中，他也会帮我指点点拨这样。所以就像当年老师对你毫无保留一样，今天你对选手们也是倾囊相授。对对对。那么今天我们也请张雨峰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他手迎川藏，身着龙，生死黄昏泛眼空，有心为他送春暖，他恰是去生千里似冰封，不杀不消成欺凌，不能过年什么中，其实他是个山个水天地缘啊，缘上他分明是三一水鸟和心中，为他上位，为他痛，恰不知良心是我能说通啊！缘情比相天祈祷啊，愿为他默默守护，生死相送。谢谢。好，紧接着呢，我们继续为获得第4、第5、第6和第7名的选手颁奖，有请4位选手登台领奖。好，虽然他们没能进入前3甲，但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也是好样的，掌声送给他们。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颁奖嘉宾，著名笑星舒越和我们的评委老师越剧名家史继华、许杰共同为他们颁奖，掌声欢迎3位。好，请颁奖嘉宾和他们合影留念。我们请3位评委留步。好，阿拉史老师先讲2句好吧？我们从海选阶段就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了，你可以说是劳苦功高，看着他们一场一场拼下来的，对不对？老有感情啊。这次我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喜欢越剧的人的年龄啊越来越轻了，这个是好现象。演员要接班人，观众也要接班人，而且这些选手1个多月来进步很大。作为我专业的，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认真刻苦。谢谢。作为一个艺术家还能这么谦逊，真的精神可嘉。好，许杰也说2句好不好？我蛮兴奋的。为什么？我们的越剧事业有这么多人的喜欢，我相信我们越剧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这个舒越啊，大家都知道是沪剧演员出身，对不对？
照道理这个搭不搭嘎的了。哦，现在也搭嘎的，台上不搭嘎，屋里向搭嘎的。那么平时你这个嘎赛舞啊是有感而发，对不对？对对。那么今天算不算越剧界的一件大事？绝对是越剧界的一件不算大事也算好事。好，那么是不是也嘎两句？好，嘎两句。来，掌声送给舒叶。那么我要么唱4句戏趴，意思意思，好吧？那么我呢，舞龙不大灵光，那屁事不是听听啊？唱4句，那从来没听到过啊！事求人心后你到，那听过啊？戏剧里也没唱过，我唱，清唱啊！那主要是看我在腔调跟徐老师像伐？腔调，我唱出来个戏趴呢，大概是徐老师80岁辰光唱的戏趴。事求人心，当当当的当，后年到，还清的罗沟。响彻云霄，风调雨顺。听好后头句，这小娃儿，国泰民安，细看神州万里，8年威风，1年更比1年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前3甲的3名选手颁奖了。对。那么首先，我们将要为获得本次大赛季军的选手，为他颁奖。他就是2号选手丁玲义小朋友，我们掌声欢迎他，好不好？好，在这里呢，为他颁奖的是我们的评委老师越剧名家孟丽英，以及浦江金融控股集团副总经理窦喜龙先生，欢迎2位。好，首先我们请孟丽英老师为他颁发奖杯。好，谢谢孟老师。接下来我们请窦总为他颁发价值1万元的艺术圆梦基金。恭喜丁玲义，谢谢普德财富。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就是我们的第2名亚军选手，我们有请获得亚军的郭亦可上台领奖，掌声欢迎。好，我们欢迎 SMG 东方卫视中心副总编审楚敏达先生和浦江金融控股集团的副总窦喜龙先生为他们颁奖。好，继续有请窦总，还有我们的楚敏达先生。好，有请李怡小姐拿上艺术圆梦基金。好。那么，接受了奖杯之后，我们继续请窦总为他颁发价值3万元的艺术圆梦基金。恭喜郭亦可！圆梦舞台，最后呢，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就是我们本次普德杯全国越剧经典传唱电视大赛的冠军获得者10号选手朱博文，掌声欢迎！好，下面。我们有请东方卫视中心副总监、SMG 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颂华和浦江金融控股集团副总马云先生为他颁奖。好，我们请马云经理为他颁发价值5万元的艺术圆梦基金。来，朱博文，请高高举起你的奖杯，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荣耀和喜悦，掌声送给他。
太不容易了，是不是此刻特别的激动？很开心，真的，一开始参加比赛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参加越剧比赛。我本来想我进10强我就很开心了，我今天就是想抱着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心态嘛。但是我觉得我唱完以后，那么多大众评审给我那么多票，我觉得喜欢陆派的人还是很多的，对吧？谢谢大家。好，最后呢，我们掌声再次有请10强选手上台和大家见面。好，在这儿呢，普德财富的志愿者将为10强选手献上鲜花表示祝贺。亲爱的朋友们，普德杯全国越剧经典传唱电视大赛到这里圆满结束了，感谢大家2个多月来的衷心的陪伴，再次感谢大家，再见，谢谢大家，再见。